那最后一个内容就是怎么去校正你的自己的系统去进步呢？我刚刚分析了一会，然后去讲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，因为你要首先有个人的系统嘛，然后呢，其实我说这个年头嘛，就是有跟一个我们的学生聊聊天，不记得是受赠人们我们路上的之间的一个系统了。然后我看到我缺乏的，然后告诉他，他看到他有进步了，他告诉我，然后我们就不停的互相的去指导对方，然后去进步吧。那那怎么去构建一个系统呢？首先你要养成自己的系统，然后呢，我需要你就把你会说的图写下来，然后去面对你说的图，去看为什么会哭，然后到底是何局的问题呢？就是 SOP 没有很冷静，就是离不开，基本上呢就离不开何局的问题。一个就是那个自身压力没有管理的很好，因为我的自身压力实在太多了，就是我都不打字，我免得那个电脑的会会打。三个自身压力。然后呢，我一般呢就是那个结构性的自身压力没有管理得很好，因为他在重格局里面呢，实在太多重格局了，所以呢，一般呢我出的情况就是在重格局没有管理的很好。为什么现在会做重格局呢？其实我以前没有这个概念，直到直到就去年忘了什么时候，然后就始开始有这个观念了，去很严格去面对嘛，然后就写下来，然后不停的去回测。我的回测跟你们也许不一样，你们用指标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回测，但我的是用楼梯嘛，然后我不停的回测练习，不停的练习。我以前练习都是用这个 replay，然后跑了去3年前的图，然后一分的可以帮就是跑出来，然后去操作，然后去面对那种输啊各类的问题。那后来呢，我觉得这个重格就搞定了，然后后来最后面呢，到了这个 SOP 没有搞好，因为我觉得只要这个 SOP 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关注到我自己的一个系统里面，或者是所谓的标准图，就没有拿捏的很好哦。后来就想说，哎，算了，就只是简单的去某一个 SOP 出来，然后让自己就很稳定的去用一个 SOP 去慢慢的类似这种感觉。也许你们会最后有4个、5个、6个 SOP，不知道。我是啊，我是有大概6个 SOP 左右。那后来有不停的修改，然后慢慢的把很难用的 SOP，然后去筛掉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很难用的 SOP，为什么很难用呢？就是那个符号，就是出现的情况很少，基本上是很难用到，所以就慢慢的我也忘了怎么用。
后来就直接的把它拿掉。后来呢，不停的有时候看ICT 的，或者有时候看 YouTube 找到一些人做一些技巧啊，或者是什么都好。就是现在我基本上就不会看的也只会看他们的书，我看着他们的书，然后去找我自己的系统里面有没有什么会受证的一些东西。我最近呢就看到有一个人的书，他那个 OP，然后呢就是他在一个盘整里面，他在这里操作，然后中间呢有一堆 OB 的，类似这种是盘整嘛，类似这种的盘整，他就是这样，类似这种。我现在在开这种的，我是怕到底了，那那为什么超觉得它不会上去啊？这样，那我不知道它是到底是如果这一次输了，然后它真的突破，会不会是在往多头做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它的图大概是这样。但我现在在研究一个叫做 OB 中123的，嗯，好像是 OB 123，我忘了。我要看我自己的笔记，但我基本上就是一个 OB 123的一个概念。如果最近有看我的直播，或者是因为我也说这个一二三这个 OB 123的一个概念嘛，就现在的123已经在我的那个 SOP 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了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就可以去操作，或者是可以放弃操作这种概念。现在看的东西更很细了，但是在制定我的 SOP 的时候就比较很简单，所以呢，不停的受证，然后进步呢，就是要看你，其实严格来说了，就是要看你做多少次了，在重复不停的状况下输，你就会找到你的缺点。对有些人啊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对有些人在顺势的时候就可以很顺利的操作这种顺势的操作，都很简单嘛。但盘整呢，或者是抛喇叭呢，就很多人都不会操作的，就是都一直输嘛，一直喷嘛，别人也不知道，就类似这种，看你们怎么定义你们的操作的那个方向，或者是操作的那个状况。然后呢，不停的受证进步，刚刚有说嘛，我这个进步就是来自于其他的人干其他的事情啊，不停的接受别人的东西啊，去受证你自己的系统，嗯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都要看你们的系统啊，至少多少。我宁愿你们就是有时候啊，就11点哦、12点打完单要我制作的时候哦，就问一下人名啊，或者是陈哥啊，你们做的单啊在哪里？从谁啊，在哪里啊？就目标原本你想看到哪里？就多发问其他的人的那个的位置在哪里？
其实很少去令你们进步的。坦白来讲，啊，这一个系统概念呢，就讲完了这第一个元素，第二类，后面呢没有什么内容呢，暂时不知道，就慢慢吧，就看你们之间中间聊天有什么缺乏的，或者是有什么我感觉到有什么缺乏的，就说吧，就这样的，拜。